啦，今晚咧就好心情咁樣咧去講一樣嘢就係咪時候去收皮咧？咁赤馬紅羊年啦大家都認為咧，其實咧退一步咧就海闊天空嘅。咁你知而家打仗啦香港有單嘢都好大鑊喎，話澳洲有個女仔翻香港俾差人捉咗，就話佢咧2019年嗰陣時咧用嗰啲雷射定激光射香港啲警察，就俾香港警察捉咗。我諗如果係咁咧，就可能會有好多事發生㗎啦。未來呢2年，咁就算澳洲政府都話㗎啦，冇咩事唔好翻香港，冇必要唔好翻香港。澳洲政府真係咁講，咁咧我諗我都係時候收皮啦，或者停一排，唔講嘢住啦，退一步海闊天空，係咪？好啦，和平就。